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那咱就开始咯。好咯，来咯。大家拍者招呼。好，你好，我是红哦。我阿迪，然后今日又个继续来录音。一个会面咯。今日先来赶快来感谢一个，这嘛无算老话啦吼，伊是伫家己的这个 Facebook 顶管来分享咱的频道，介绍咱的频道安尼。所以我大概甲念一个，我无全部念了啦吼，大概念一个，这是一个。高先生吼，先生就是咱讲先生嘛，那讲先生一般咱是讲做老师的，无啥共款。高先生伊家己本身嘛伫做 podcast 节目，做歹势，我做高伟什么会啊？对，台北大哥，等一下，我用想袂起来，我做啥物？你就无见我有听，我三不五小有听，但是有当时吼，真正我会雄雄要讲，我现查。忽然间，一个我，一个 K 那个我 K 那读什么棋还是乙啊？我无记个查。华语念棋，你台语应该是会使念做棋啦。就台北大哥私乐园啦，歹势，就是这个高先生吼，都叫做威基，是毋是？应该是安尼念啦，威基。有诶讲台语会讲阿基，那伊是讲即个亚特聊聊天，咱这 podcast 节目是我的最爱吼，是讲伊我上爱吼。伫个说方伫节目内底全台语主持对谈，只有一丝要互即个听众了解，不得已来讲国语，也就是咱当讲华语即个物件，对我的台语听力有真大的帮助。伊讲伊今日听到的这一集是台湾人伫咧日本时代无介意洗身躯，会去让这集无？足久啊呢。有的人是跳咧听，有的人是伊会回头听，无一定。当然啦，有时会选择有想要爱听，再去听。Podcast 真特别，就是有当时你会发现讲，我已经是旧年的节目啊，我反正当看后台，还有人伫听。我毋知大家可能当时会啦，有时我去背迄个，我嘛是安尼。罔看罔听嘛，找到一寡你有興趣的。我閣有2年前的。係啊，所以就是講知影講原來日本時代台灣人無介意洗身軀，無介意洗份書，但是真正洗衫。這件代志講小可驚到講原來過去是安尼。真趣味安尼。講感覺講對個每一集啲攏真認真伫咧做即個資料的收集。愛啦。講實在是確實是愛做開真的時間做功課啦。我一般伫做一個節目內容，因為咱即個故事有誒是較輕鬆吼，就較無講一定愛遮濟認真誒資料。那有誒是像即個有歷史誒物件佇內底，當然我毋敢講100%攏一定正確，有當時你做資料吼，咱時間嘛有限，但是希望盡量就有法度整理到誒資料。至少是講有人安尼提起過，當然所以咱就使甲整理起來。互大家了解安尼，這就盡量莫講，咱家己有一個基本的即個檢查啦，就是講比如年代，我總袂使寫毋對吼等等。但一寡細節範式咱閣了解無較濟，或者是隨着咱真濟發現，慢慢有做一寡甲過去講法無共款的物件，這個檢攏會有。歷史會一直翻新嘛，咱講過去咱當作是安尼，但是新的資料出來發現講毋是安尼，攏有可能，或者就是。有法度做，咱盡量做啦。盡力去做啦。對，所以就這部分都感謝你替阮來做宣傳推廣安尼。我是毋知你當時聽會到啦。真感恩哈。歹勢我這無用甲你袂記呀。反正就是有這個代誌安尼。好啦，咱今日你有啥物特別想要甲大家講嘅代誌無？無時間。你知我是甲你講會足長嘅對啊。好啦，因為咱這個劇情天高人嘅劇情要進入到重點嘛，所以當然時間就愈來愈緊迫，我都無法度甲切甲較幼，無你
即段讲甲落长，但是拢也无剧情，安尼嘛毋是办法，所以咱共款嘿先来前情提要一下咱开始入去正题啦。对，咱顶一集讲到即个顶一集的标题，我是写啥？写青梅龙，敢若是安尼，就是讲皇帝伫甲彭显玲去到即个洛阳城的郊区，甲外郁出咧入城了后，佫互骂互去食一顿去食去骂安尼。这就是第4场的引访的差不多2/3的所在骂了咧，其实伊就煞我就先当你食，因为过来就是一个甲彭显玲真精彩的对话，所以咱就是为即个所在开始安尼。当时即个洛阳城即个去食，大家拢走了后，剩即个彭显玲甲皇帝唐太宗。彭显玲咯，结果敢若无厝人共款啦，伊就会讲老狐狸哩。皇帝家己是感觉讲真见笑，既然大家遮个红妹妹，佫无通赢，骂无讨的啦，骂无讨的安尼吼。伫遮有一段真精彩，即个特别就是即个用刀马雕像一个唱词，一个人伫想甲念出来唱出来安尼。都特别就是伊就讲实言如刀剑来将镇名是镇，就是咱一般皇帝伫称呼家己的训练镇啦，镇镇。实言如刀剑来将镇名刺伫我心血汹涌冷汗淋漓。玉石天高言确实是镇所下旨，镇又怎知君臣高讲上德所造该虚？混用官以贪功误国，陷镇以不义。镇误下一道旨，害得百姓雪上加霜，虎口出蹄。甲你感觉嘛真为难，真见笑，竟然会出即个兴趣安尼。但是你详细甲听你就知影讲人就是安尼啦。拄开始感觉见笑，说落来就安怎？尾就见笑当上去。无错说来就见笑当上去。头前个讲这实话敢若刀剑安尼刺到我心血汹涌，冷汗淋漓佫伫遐讲这天高言确实是奉上我所下的圣旨啦。但是话尾一转拢是遐大神高讲上德，拢是因的毋对。高讲上德贪功误国，讲假话甲我害啦。你甲我欺骗。我毋知误下圣旨，去害着百姓所以拢是别人毋对，拢是大神毋对。到尾也爱看拖，是讲安尼也佫无够因为即个将士拢无伫身躯边嘛所以是伤害我徛伫遮点点，互人骂，互人骂，互人笑，佫互人亏，佫互人惊体所以我头一看就迄个老的徛伫遐，是毋是？不就是彭显玲甲我拐来洛阳城才害我这大同天主落到遮悠哉人伫骂所以伊这规不倒火咯，无所在发，就爱发伫伊身躯的是要发向身上，我若无发伫伊身上，要发伫向身上一定就是伊嘛。讲虎落平阳被犬欺啦，无毋对还有一个做龙困浅滩遭下死，共款意思。所以对来讲是真不满。被欠起，这所在老皇帝因为要表现讲已经论真久啊，忍耐真久啊，话要发出来要用讲话，伊即段是用讲话伫对彭显玲讲，是由慢到紧，甲到慢，一句，你会使感受到讲皇帝即个火气拄开始压咧，愈来愈火，愈来愈火多，愈来愈多安尼。就感觉迄个风气的火气甲威严拢会使表现出来，所以讲因这伫写词甲伫表演的时候拢非常厉害伊就讲牛国公彭显玲，你明知为着按欺君罔造，却无揭穿伊的虚假，反而推波助澜，将阵引来洛阳，你该当好罪，伊的。拄开始紧，后壁拄开始慢，后壁向愈来愈紧，愈来愈紧，愈想愈气。到最后讲你该当好做时，伊佫停落来，就是看你到底要安怎反应迄个感觉，所以伊甲迄个威严规个拢压起来，非常厉害啦。当然，即个老狐狸彭显玲自然有伊的理由，伊就讲迄个时阵百官争先恐后，报复献衰，我是惊陛下你一时难以明察啦，我是因为替皇帝你设想啦。当然皇帝嘛毋是讲安尼两三句话就遮好背的啦，讲安尼讲就法度解决啦，所以彭显玲即阵就巧会开始伫讲故啊，伊就开始讲故事讲想当年微臣以为丁度如晦。强呼陛下，为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言得干，下死亡生，随之上苍不由，为丁已经生我而去咯。就是讲摕为丁的代志出来讲话就对讲伫别里去啦。说来就是规派即个唱词这
生物伊去咯，伊后壁有一个腔口向顶悬提起来，就是讲这叫做化解啦。化解就是做歌戏内底。传统戏剧定定拢有即款特性啦，毋是敢若歌戏，就是伊用一个音有关起来，就是甲对讲爱走落啊，过来伊要唱啊，这就是差别。伫讲话时用诶，但咱先补充一个，就是魏典，大家可能较侪听过，魏征啊，嘿，咱顶下有讲到即个什物以党为镜、以人为镜、以事为镜，这我都无讲，但是杜如晦大家可能都较无遐熟悉啊。杜如晦，这杜如晦是当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就是伊杀两个阿兄嘛，李世民当时杀了两个阿兄，甲家己做成皇帝。玄武门之变一直到后来贞观之治的初期，咱当讲即个时代，咱天高人的时代是贞观之治的尾声贞观之治的初期拢一直对伫李世民身躯边甲斗相共的大臣，因的关系嘛非常之好。贞观之治初期，邦显良甲杜如晦算讲是即个李世民的左右手，两个伫甲斗相共的就对啊，拢靠因两个，因咧做伙制定真侪当调，即真侪部门的即个规矩，真侪规矩，真侪典章制度，拢靠因来制定安尼。过去互人称作做邦庙杜断。就是防谋杜断，较歹念啦就是讲意思讲邦显良的庙话计划啦，去做计划，或者杜如晦判断、伊的决断拢是非常重要的。确定安尼啦，叫做邦庙杜断意思大概就是安尼。不过伫遮邦显良伫讲即句对迄段落长的话就讲魏典，我甲魏典甲杜如晦共同共赴背下，共赴背下就是讲共同来辅佐背下啦斗相共就想起讲魏典迄个时阵安尼有啥就讲啥还原直干。虽然伫唱词内底因演员定定因为后壁口语的习惯的关系定定会变成还原直干会变合喙，但事实上干就是即个我想看嘛，谏你知影搭一个谏言的谏，其实是念做还原直干，无错，迄念做还原直干，或者是讲确实演员可能伫咧唱词的时阵，为着即个声音较方便，产生一撮音变，变成还原直干嘛，确实较顺势啦，无你像讲还原直干，大家可能嘛小可会讲顺唱安尼啦有当时有即个特性啦当我咧调工念的时阵，我甲念当原本的念较对大家听一下，知影讲即个字念干干义大夫就是干的意思所以伊主要邦显良是伫讲魏典甲伊两个无共款伊是干义大夫我讲着干义大夫，就是专门负责互皇帝建议讲你遮做毋对，遐讲做毋对，或者讲做即款代志所以邦显良才会讲伊还原直干除了伊其他人若要甲皇帝讲你倒也无做好嘛想要加想一丝对啦毋是像伊安尼要讲就讲其他人我要安怎讲皇帝才袂生气毋是爱注意伊会使免抬头，我是爱抬头的无共款。伊讲判君如判好啊，是无毋对讲到邦显良即个时阵伊就开始伫遐调工怀念即个魏典伊讲我实在就足想你的你哪会遐早就来过身就拢要改因伫别日去莫生气，调工讲要互皇帝听的啦我都无法度像你安尼无私无畏有啥物代志你拢敢照实讲，官场有啥物歪风拢互你扫除了了伊遮有一段我讲真趣味的唱词嘛，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因这时阵伊就唱讲有你在君侧皇上袂去受别以南柯比望有你在君侧宫廷即小文小管车上讲咱会使来解说一下有你在君侧微文的百姓叫冤枉有你在君侧何地有人敢当家辱骂君王后壁就开始继续伫口位讲伊迄就是头讲安尼找一个物件来转移伊的生气安尼所以讲一直讲安尼皇帝感觉输甲会恻隐之心出来，是互伊感觉更笑啦其实这段唱词有两个用典头一个咱讲南柯比望咱都讲有你在君侧皇上袂去受别以南柯比望但这是出自即个南柯一望即个词但南柯一望其实照年代来讲太宗的时阵无南柯一望即个词出现伊是较后壁才出现的作品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家己去查看觅啦但有当写
剧本加减，无小心用着一撮啦。会啦，这算讲伊小可有识觉差，就是嗯唐太宗时代啊，无南柯一梦即个词出现，伊用嗯着即个词是较可惜一撮安尼。另外一个就是咱怎讲萧冠车上宫，车上宫啥物物件知影无？无了解你讲。萧冠就是乐器，哦，乐器就咱分品啊，直笛叫做品啊，真侪人毋知直笛叫做品啊。换做怀嘛，还有箫嘛有，还有什么洞箫有笛咧，过去一般的品啊是小朋友的，一般的品啊是笛环的，笛子是环的本的。但是有一款就是咱要讲直笛，啥了都直笛的行为，伊是一般是环的，伊煞是笛的，所以专讲加一个笛，所以直笛是安尼来。以前学校小朋友也是笛的。嘿，但是毋管你是笛的还是环的，只要是伊是笛子，伊就是品啊，就是品啊。箫环箫的声无共款，特性在即嘛无啥共款，声音不一样。嘿，这是互大家了解。但当然乐器的部分，大家有兴趣去学，家己去了解一下因为咱尊重毋是伫乐器本身。若车上讲叫做音名，声音的名，就是音调的名。传统的乐谱无像咱用即个五线谱。五线谱或者是简谱、简谱写数字迄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啊，拢写数字迄1、2、3、4、5、6、7安尼。嘿，伊其实过去用的就是即个钢车谱或者钢车谱你若要写字写做工尺，工就是工作的工，咱北管过去就是用即个钢车谱伫咧写的，无错那当然这就是伊有对应的音调啦咱当讲钢车谱顶管汉字写做。尺就是寸秋的秋，上下的上，顶的即个顶，上下的上，即个工作的即个工，咱当讲即几个字工因为咱当讲萧冠车上宫嘛，车上宫就是这3个字，主要是其实总共7个字啦，做真歹念，我念看觅做上车公还六五一，伊是安尼念的，上池公还6无益。我来讲，我迄，但是我安尼段迄个音拢毋对。我毋对，我应该我念。因为伊是对应哆来咪发嗦拉西，所以伊是念上车公还6无益，伊是安尼念的。无，我看谱啊，你小等我者。半分钟就好，我看我有写。我来找看觅者，因为伊就即个真歹唱相思即个做啥呢？做结婚调，我紧你先继续讲，我找有再甲你讲。好来，顺续继续介绍一下所以我说好我毋知我当讲到倒位。你搁看倒转来，等一下再重新我紧来就是主要就是讲，因为伊是对应哆来咪发嗦拉西啦所以就是咱当讲的即个上车讲法有6无益伊就是安尼念过当然伊的音搁悬起哩，搁加落去嘛是用有无共款的变化，字嘛无完全共款若伫练习的时阵，因会甲唱出来举一个例，就是伊当作敢若咱有当若学简谱有简谱的时阵，咱嘛会唱迄个数字对迄个音去唱毋是唱歌词，是唱迄个音共款意思，就是帮助你去记忆安尼伊有真侪即款的唱词的方式，当然这是较粗浅的讲法啦，音乐毋是我的专长。那我家己嘛袂晓钢车谱啦所以这主要是互大家了解一下，就知影讲咱对咱讲即个萧冠车上宫，但是要讲到萧冠车上宫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我拄则若照音阶来念你若详细听，你会发现讲伊应该是念上车宫哆来咪上车宫是安尼念的。伊事实上，伊伫唱词内底，伊讲的是萧冠车上宫。因为咱拄有讲哆来咪发嗦拉西，对无？7个音来讲，咱上常用的7个音来讲，伊是上车公还6无益，所以就是每一个字就敢若咱讲简谱的即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共款意思啦，就是甲音阶共款。主要要互大家知影是讲，即个一般来讲正常顺序来讲，你若是哆来咪安尼算起来，其实伊是应该念上车公。但是伫咧唱词内底，王贤玲伫唱伊讲即个有你在君侧，宫廷即小文萧冠车上宫，这才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安那伊上车宫甲改成车上宫顺序无共款，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咱顶届有讲到，像你顶一集咱有讲到讲，你写台语歌词的时阵，每一个字因为伊有家己的音源，对啦，你音本身歌曲本身嘛有家己的音源，对啦，你两个音源有可能会产生冲突，字词本身所向悬的以就爱甲走，变调，唱曲向低行，安尼就会有问题。这段是哆马，哆马调，伊最后三个音是 re do mi，是悬低，悬低搁较悬，所以你若是用原本的照顺序的上册讲，伊会产生冲突，音会毋对，所以甲改过来，哆来咪的顺序改过来变成册上讲，就才会对着即个原本唱曲内底曲的旋律，才袂产生冲突。主要是当然，大家免记较济啦，因这足复杂的这较深别说。咱这敢若讲安尼人会听无咧。我无讲大家可能听无，反正大家只要知影一个结论，就是讲，这是要互大家了解讲，伊即个词甲曲之间的关系，当初是伫咧写即个词的时阵嘛，拢有甲考虑在内。这是我认为真厉害的所在，就是写即个词到底有用偌济心思去想。我感觉这是上特别的所在。继续讲倒来故事本身。唐太宗听到方显灵伫咧哭为丁，伊煞搁较生气。不但无讲较冷静，搁较生气。想讲你就是故意借口死人来咧哭死活人。你条工哭这为丁啊，其实就是搞哭死嘛。讲为丁一无伫你，我就只黑白来就对啊。所以就无欢喜。欺君之罪，你想安尼就想要闪过就对啊。安尼就要准拄煞嘛。既然如此，我就互你一阵对头风，我看你有偌敖，使阵用车旁。这是伊真厉害一个形容啊！讲，所以讲，人这皇帝嘛，真有学问啦。当然，伊内底无共款的官员，是无共款的人物，讲话方式都会无共款。伊就甲方显灵讲讲你口声声讲伊为丁是忠信，安尼你讲你不如伊嘛所以你家己咧，你家己是啥物款的？即做人神主，做人的即个大臣，你是啥物款的？方显灵就甲应讲，若要讲忠信，我愧不敢当，我只算是良心之己善良的啦。开始就讲这个良心甲忠信有啥物款的差别？伊就举一个论点，叫做不私有畏，畏就是会惊的意思啦。我你想这代志拢是无私心的，但是我嘛有我会惊的所在，我烦恼的所在安尼意思。伊就讲，我嘛是希望讲会使报答皇上的重用，但是我都毋敢直干，所以无法度来，惊讲无法度来说服皇上，电都搁爱抬头。我会惊无命。所以万不得已，只好屈干，请陛下东巡洛阳，亲闻目睹，再连洪水。嘛是好意啦。我毋敢直讲，只好甲你拐来遮，互你家己亲眼看一下安尼。我惊讲你嘛毋相信。对。就讲到安尼，抑阁无够所以伊就后壁阁吹落去，就讲陛下神欺君恐甲感动死罪，死而无怨。神死了后，望陛下将神之挑手献于我门之外，使后来者不敢欺君妄想，祸国殃民。神虽在九泉之下，也心甘明目，感念皇恩啊！讲好啦，无要紧，随在你处理啦。就是挑工加可怜啦。你遮其实你看伊速度嘛是由慢，愈念愈紧，愈念愈紧。好多就是对伊迄速度安尼去念。头前就是因为太宗安尼。就是一直在生气嘛，方显灵就一直在假可怜，就是后壁讲甲安尼已经讲甲我已经即个要哪后喙大咧，就算是我要死，我拢甘愿我但是请陛下调工我加加码就对啊，讲你甲我头倒落来了，你也吊伫门顶，大家看。电视上看啦，就是其实是逼皇帝伫反省啦。若以现代讲，就是情绪勒索啦。对，有够厉害，讲实在然后所以我讲，方显灵是老狐狸，对，太厉害了。皇上这时阵都有反悔啊啦，就听伊讲甲安尼啊，就甲方显灵讲。你是中君体国的忠良臣，迄个善良倒转来。你毋若是良臣，你嘛是忠臣，所以说忠良臣啊。金书万律用4两来破千斤，4两破千斤。那华语也讲4两破千斤，台语也讲4两破千斤，或者4两破千斤。
但是刷落来就佫开始爱怪别人啊，就开始怪讲啊，拢是迄个韦德安害的。要过来牵拖啊啦吼。韦德安害的，你看皇帝特性就是安尼，千错万错拢毋是我的错。啊，对咯。至少彭显玲是无代志啊啦。所以咱就会进入到即个下一场，后一场就是太宗甲所有的大臣一家人就来到即个都督府内，洛阳城的都督府内。头一件代志是啥物？当然就是要办即个韦德安嘛，因为是伊欺君罔造嘛，所以伊欺骗啦。毋管即个韦德安安怎解说，总共一句就是拖落去校斩，等抬头就对啊。手骨。当时嘛颁布命令讲，此后凡是弄虚行诈、曲意奉承、满上欺下、祸国殃民者，暂无赦。举国人民共绝处分。过来过开仓赈济，大家等于真拢食无饭食嘛，所以就这时阵开仓赈济啊，发予洛阳的人啊，即个米啦、布啦、生活通使用。若是伫现代就说发振兴券啊，赈灾啊，嘿啦嘿啦。大家可能较想振兴券。咱定伫看迄我迄种安尼吼，分啊赈灾啊，分白米啦，吼安尼。嘿，就是即个感觉。但在此时吼，即个时阵的外口一个太监，一摆禀报讲。启禀皇上，各国使臣要来洛阳调河府的，已经伫咧半路啊。伊煞袂记即件代志。我天国的毋是我家己要食尔，我邀请世界各国的即个大臣，即个使节吼，使臣拢来做伙来食饭啊。我当无天国人呢。伊好像叫伊想着即件代志，所以毋知要安怎创，我靠腰煞袂记啊。所以如今既无天国，国言难成。我这是要如何是好啊？民主咧。系啊，这规个国家民众下了了啊！这时阵众人众神当然拢是头咧咧，叫点点啦，拢毋敢讲话安尼。皇帝一回头，伊佫看到彭显玲啊，伊佫看到靠台啊！心生一计，就讲杨国公，你一向足地道庙，即局战期就由你来收拾啊！就伊佫塞伫心上啊吼，责任就撒出去就对啊。你头脑较好啦，然后你处理啦吼。你一向拢真巧嘛，我就交互你啊。彭显玲当然总袂使甲皇帝讲，无法度啦，做袂到啦，无可能，伊无可能甲讲嘛。歹命个。所以只好请皇帝讲请皇上暂赦韦德安。我想讲无代无志，甲伊啥物关系？现在要饶赦伊吼？理由就是讲。毕竟伊是即个洛阳城的东道主人，就是都督嘛，各国大臣拄要来，你就煞甲抬头，大家当然有一寡，总是有一寡猜疑，讲当时安那发生啥物代志，有损国威。即个皇上听者嘛讲有理啦，就讲好，互你圣旨一道宽宜行事，若误了天国宴，严定不贷。就是讲，就是我会甲你处罚啦。即个严定不贷即个词我会写伫咱的标题内底吼。即个字严惩不贷，惩罚的惩。当然伊若正字是写，无帮你刷字，伊是写定，咱一般来讲定罚。就是不讲即个，迄若较文言来讲定罚，就是甲处罚的意思。但是共款，因为有当时歌戏有家己歌戏特殊的腔口、开口伫内底，所以因伫遮所有的演员拢自然讲严定不贷，毋是严定不贷。严惩不贷。正常来讲变调变音也变成严定不贷。但是事实上，伊伫遮因为要加强迄个感觉，就是讲你代志无做好，我一定会甲你处罚，你就知死啊！所以伊拢会讲严定不贷，即个语言就是安尼，甲迄个腔口叫较悬起来，个叫较悬起来。互你有即个感觉，皇帝讲出来人就走啊，代志塞互别人，塞互彭显玲就走啊。甲我共款诶，无代志我负责诶咧。有代志就有代志，无代志我负责。嘿啦，有代志你诶代志啦，无代志我负责。但是事实上，虽然彭显玲讲的理由是安尼啦，但是实际上伊是啥要放出即个韦德安呢？简单讲就是顶死关下死，低头关本机。伊要传互伊啊，互伊去处理嘛。韦德安放出来了后，就换彭显玲甲讲啊。你当时好救命啦，你就爱善加处置，戴罪立功，必办天国宴，若过了天国宴，严定不贷。我是讲严定不贷。我阿是讲煞就要离开啊，一个关一个啊。伊个放互伊留伫遐就换彭显玲嘛走啊，话讲了我话讲了啊，代志无我的代志，我就要走啊，就是安尼即个感觉。无事我负责啊。无错吼。多看人走了，就想讲，毋煞必加工生卵，对无？那有可能对啦。我煞袂晓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伊就甲即个县令美道九讲，美道九快来啊，就叫伊甲叫来，要创啥咧？
就是讲问讲即个天鹅饱食你准备好啊未？啊，味道酒遮有用一个真特殊的腔口，我伫以后可能是福州腔，还是安尼调工去模仿，就是讲即个天鹅的马友，野鹅的美酒咯，而且足古锥的即个声哨吼，这一般毋是咱台语伫使用啦吼，但是专专光但是足古锥的迄个感觉吼，我伫想伊可能是有用即个福州腔的感觉，但我无确定，我无特别去调查即个代志。点缀安尼，佮算是说在点一个真古锥啊，伊就用即个，因为你若是用即个台语，其实即两句话是无押韵的，吼，是拄好伫即个伊调工即个腔口来念成有即个感觉，嘿，就甲迄个古锥迄个特性给表现出来安尼，吼。为伫安就讲我毋管你是上天也是落地，拢爱甲我掠着天鹅饱食，若是误了语言，安那。你著爱迄落啊，严顶不逮，迄是共一句话，拢含义就对了，一个传落来。所以你看即段内底3遍共款的话，共款甲即个即款话吼，一言一言逼的即个关系表现了清楚。我说互你，伊说互伊，安尼一直落去安尼。所以因当初是伫写即个剧本的时阵上厉害，就是伊会调工甲共一句话，共一个词，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嘿，你想这你嘛好多用，这你嘛好多用这个传承落来，感觉会使去表现伊想要表现的代志，这是伊上厉害一对应，嘿无一言一言安尼，甲你讲共一句话，吼，你甲即个咱讲荒谬感是讲即。伊会使讲是笑亏嘛，是会使讲一款无奈的感觉，或就是你若是伫外口做事人，可能办公室啥都有即个情形吼，比如讲你大头家交代啥，交代你的电视，你电视伊阁塞来你遮迄落感觉，交代头手交互二手，一直落。大工手一记，小工磨半死，就是安尼吼，就是即个感觉啦，吼，所以真可怜。但是透过即4字尔，严顶不逮，就会使甲即个感觉拢表现出来，确实有厉害。即个味道久啦，看人走啊，多多嘛话讲伊嘛愿意走。是人拢绕跑啊啦。伊家己伫想讲迄时阵多拄要走啦吼，就讲这就是大水冲落鸡，船破海彻底，吼，伊家己讲一句。即句讲实在我查袂着，伊原本网络顶悬有即款的讲法无吼，有可能是因当初是家己另外编写出来。应该是安尼讲是讲我死路一条啊啦。但是即句话大家较无了解意思是讲，因为大水一直强落来吼，冲下来都强落来，水强落来，所以瀑布其实过去叫做水枪吼，水冲下来的感觉吼。或者水枪，就是讲即个大水强落来，就是来自朝廷护卫的安尼压力吼，都督的压力。船破海势，就是讲造成即个船破了，向来承担即个船破，就即片海底伫承担的。即片海就是即个船，就是伊就是迄个海底上基站的，上基站的是一言一言压来了，伫我身上，所有一切最后拢伫我遮来。所以讲大水冲落基，船破煞海彻。所以讲命伊就叫的意思，讲伊就敢若无命共款咧行安尼。嘿，就是较可怜，拢是伊承受啦。所谓苦拢伊啦，其实甲伊什么关系？毋是伊啊。共款就是一言一言压落来的感觉，拢是基层受罪。为伫咱本来准备要离开吼，拄好听到伊讲即句话，我补一句，伊讲。我这是先锋行炮弹，你遮水几啊来踢暗坑，暗坑就是讲路过有一寡所在吼，经过水沟啊啦、圳沟迄款吼，为着路要过去吼，等咱铺桥做路吼，顶悬下骹都会囥一只大拱吼，较早一般当时用暗门头做的啦，就是过去有其他的做法，就是互水会使照常流过，顶悬人佫会使人啦、车啦啥佫会使过去过路安尼。讲一个上简单的话，就是讲。伊看你的命啦，你就较衰啦，就较衰。为着对面个意思是讲，即个长官长官就是咱顶时无想要捌遮个麻烦的代志，所以就是甲你掠去踢迄个坑，莫掠喷起来，莫喷水喷着我。为上势啊，就叫下属去担的。对啦，你就所有拢你爱担的啦。好，如今。衰一点啦。对，如今科技国文却不厌考办，这8只天鹅到底为倒位生？这场天鹅宴办得成也是办袂成？味道叫未来是福是好，咱就下礼拜继续听落去。再来继续咯。是，咱今日故事咯。咱今日故事就到这为止吼，毋知大家对这边这个故事的这部分吼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你拢会使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顶吼留话，互我真侪平台啦。另外嘛当到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顶悬找出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咱拄则即个
册上讲的部分吼，解说较乱一丝啊，但是原则上我嘛是会留落来啦，因为确实因为咱无习惯用即个公册谱，公册谱就咱讲公尺谱。大家若有兴趣嘛，会使去查一下，去找公尺谱，无紧来啦，听无就甲人过啦。听无人过，你就只要知影讲，只要知影讲，迄个小罐册上讲，伊是有特殊的原因，甲解释安尼写，有考虑到即个物件因嘛拢会念即个，就是练习啦。嘿，伊会念，因咧教你若用 YouTube 去查，你会使查着照写即个公册谱，你就看到有一寡人伫教的方式，一寡老师呢，伫教才会安那唱安那念，因为对因来讲，伊个念法，咱是当做一般的汉字伫念吼，所以我嘛转无啥过来，但是对因来讲，就敢若咱念哆来咪发嗦拉西共款简单，你自然迄音阶你就会关起。因为因必须要嘛，所以就爱去学啦。所以咱较调整袂过来，我就大概念拢念袂顺时，但是因有即个条件啦，大家咱即礼拜就大家到遮，来甲大家讲拜拜。好，拜拜。